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博牧师。今天8月7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陶匠手里的器皿。我们要读耶利米书18章1到23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每当手里所捏的粘土不完美，他就用那块粘土做成别的器皿。耶利米书18章4节。这章的经文主要在描述上帝要求耶利米去窑匠的家中，他要在该处向耶利米说话。另外也提到先知的敌人再次想要谋害耶利米，耶利米就痛斥这些人是恩将仇报，求上帝为他来伸冤。经文描述上帝他用窑匠处理陶土的实力，要百姓明白上帝对他们是何等的忍耐与宽大。纵使以色列民他们屡次违背上帝的命令，惹他发怒，但他仍多次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我们知道窑匠制造器皿的过程是一个生命的教育，让耶利米可以明白上帝如何在历史当中施展他的作为。相对于手中的陶土，窑匠有绝对的主权，他可以随心所欲来塑造各种器皿。有时候当窑匠所造的达不到他理想的目的，他就会从头再造，直到完成他心目中美好的制成作品为止，也就是神的心意。你知道窑匠他做这个器皿或者是一个作品的时候，万一他觉得不好，他就重新把它揉一揉，再重新来塑造。其实上帝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表达，按照他的心意来捏造。那这样的情况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一方面神他有神的旨意要他们怎么样行，如果人能够配合的话，那么神就会饶恕他们。相反的，如果以色列百姓不愿意悔改，那这位上帝他就不会赐福他们。现在以色列刚好站在这抉择的关卡上，是好是坏，全在于他们所做的回应。那我们来看以色列如何回应。他们竟然说不，我们何必改过呢？我们要随心所欲，顺着自己顽固的本性作恶。哇，他们是这样回答的，所以引起到上帝进一步的反应，就是在13到17节，他指出以色列所行的乃是一件很荒谬的事。他们自以为聪明，结果要成为列国嘲笑和轻视的对象。当耶利米宣告上帝的信息之后，这顽梗心如钢铁的百姓，他们竟然说要杀他，要动杀机，要杀害耶利米。那对于以色列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他们的回应，耶利米心中愤愤不平啊！他为这些人代求，求上帝来赦免他们，他这样保护他们，他恪尽先知的责任，但为何他们却以恶报善呢？因此他恳切祈求上帝为他伸冤。上帝啊，你要彰显你的公义啊，不要让这些恶人逍遥法外。
先知的呼求并不是出于报复的心态，他只盼望上帝施行公义。看来要当一个先知，要走这条路确实不容易。我们来思想，对耶利米来说，他顺服上帝却带来了连连的噩梦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，甚至这些百姓还要谋害他。那我们不禁会问，这样值得吗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你还会顺服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生命的主，你是陶匠，而我们是你手中的泥土。求你磨我们，塑造我们，更新我们的心意，使我们更像你，也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，还有盼望。我们下次再见。